香港人真係極之講究個人衛生，每日出門返工拍拖，最驚就係有口臭口氣，搞到印象分大減。但你有冇諗過，喺完全冇現代牙膏、冇膠牙刷、冇牙醫嘅古代，老祖宗們每日上完廁所，食完大魚大肉，到底係用咩方法刷牙防口臭嘅？你可能以為古人唔刷牙，把口一定好臭，但真相會令你大開眼界。尊貴嘅慈禧太后每日起身，第一件事竟然係用一隻不為人知嘅御用漱口水嚟保持口齒清香同延緩牙齒衰老，而底層平民更加發展出用楊柳枝、獲黐星唔等極其硬核嘅中藥黑科技。今日我哋唔講枯燥嘅歷史，專講古人點樣防口臭、保養牙齒，同埋皇家最奢華嘅口腔黑幕。如果你想學識點樣用老祖宗嘅智慧調理身體，守住健康，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睇到最後。各位老友記，如果你都係一個中意聽古仔、學歷史、睇透世情嘅醒目香港人，依家就即刻幫我點個訂閱，再撳開隔離個小鈴。我呢個試書頻道專為大家搜羅最離奇、最過言、最發人心醒嘅歷史奇聞同民間傳說。只要你訂閱咗，我都會準時同你講。古論金保證你聽完眼界大開，做人做事更加精明。記住訂閱我，唔使驚，冇好故事聽。講起刷牙，今日嘅香港人可能覺得只係朝早起身同臨瞓前例行公事，一支膠牙刷、一揸牙膏，幾分鐘搞掂。但你知唔知喺完全冇塑膠、冇尼龍刷毛嘅古代，老祖宗係點樣清潔牙齒嘅？答案就係楊柳枝。喺唐代同宋代，古人已經有咗非常成熟嘅刷牙工具，佢哋會摘取新鮮嘅楊柳枝，將其中一端放進嘴裏反覆咬碎楊柳枝內部嘅植物後，為會被咬得散開，形成一排排細密柔軟嘅刷毛。古人就用呢把純天然嘅植物牙刷，沾上清水，喺口中刷拭牙齒。呢種用楊柳枝做牙刷嘅做法，其實大有來頭。喺古代佛經入面，楊柳枝被稱為刺木。點解叫刺木？因為佛教傳入中國嘅時候，連帶將印度僧人用樹枝清潔牙齒嘅習慣一齊帶咗過嚟。佛經五分律入面就記載，比丘即係和尚，每日晨早要用刺木刷牙，保持口氣清新，以免古經嗰陣口臭分到佛祖同其他僧人。但中國人好聰明，並唔係一味照搬印度嗰套。印度人習慣用嘅刺木種類繁多，有冇花果樹枝，有槐樹枝。但中國人發現楊柳枝嘅苦為最細密、最柔軟，咬開之後嘅刷毛效果最好。而且喺中醫學入面，柳枝本身具有消炎、止痛同清熱解毒嘅藥用價值。你咬開楊柳枝刷牙嘅時候，柳枝入面嘅汁液會遞出有效預防牙齧草、痛同口腔痕瘡。呢啲就係老祖宗最聰明嘅綠色科技。
成本幾乎係零，但功效卻係一流。講到楊柳枝刷牙嘅具體操作，古籍入面有詳細記載。外台秘要話，每朝楊柳枝熬頭丸，點藥揩齒，相為光潔。意思係嘅話，每日朝早將楊柳枝熬到軟熟，蘸上藥粉，擦拭牙齒，可以令牙齒又香又匡淨，淡帶大私隱。擺珠兒喺詩入面都寫過楊柳枝。楊柳枝春風吹，春風吹，油斷楊柳竹，開戚擺柚子。你睇，連大詩人都用楊柳枝刷牙，呢個習慣喺古代有幾普及。當然，楊柳枝唔係唯一嘅選擇，古人仲會用槐樹枝、頭樹枝、生樹枝等不同嘅樹枝嚟做牙刷。每種樹枝有唔同嘅藥用功效。槐樹枝可以涼血止血，桃樹枝可以驅風活血，生樹枝可以驅風濕利關節。古人會根據自己嘅體質同牙齒狀況，選擇最啱自己嘅刺目。呢種因人而異、因時制宜嘅養生智慧，真係令人佩服。喺宋代同明代富貴，人家會使用極其名貴、產自西北鹽池嘅青鹽嚟刷牙。青鹽同我哋平時煮餸用嘅海鹽、井鹽唔同，佢嘅結晶更大，純度更高，顏色帶有淡淡嘅青藍色，故名青鹽。青鹽具有極佳嘅殺菌、消炎同固刺作用，喺古代係非常珍貴嘅藥材，一般平民根本買唔起。本籌古目入面記載，青鹽刺微鹹汗，冇毒，可以明目鎮痠固刺。李時珍仲特別提到，用青鹽刷牙可以堅骨固刺，永不動搖。你話有幾犀利？除咗青鹽之外，中藥鋪仲會配製專門嘅牙粉，將薄荷、防風、細辛、皂角等多味中藥磨成細粉，混合埋一齊，你住破殼佢清性口齒，反風佢祛風止痛，細鮮佢麻醉鎮痛，左腳佢清潔除垢。古人將料劑、牙刷蘸上青鹽同牙粉，反覆測試，唔單止令處曹牙膏，仲能留下淡淡嘅草本清香。根據呢個就係現代中藥牙膏嘅真正韻型。蘇沈良方入面記載咗一個好出名嘅固刺牙粉配方，叫做固刺散。呢個方用嘅藥材包括青鹽、補骨脂、花椒、白芷、細辛、防風、薄荷等，將呢啲藥材一齊磨成粉，每日早晚用嚟刷牙，可以固刺止痛、去口氣、除牙垢。你睇古人嘅牙粉配方，比現代好多化學牙膏仲要講究。更有趣嘅係，古人唔止用牙粉刷牙，仲會用牙粉嚟做牙齒美白。宋代嘅史《林廣記》入面記載咗一個洗牙齒皂角方，將皂角、生養地黃、細辛等藥材一齊緊爛，搓成丸仔，每日用嚟刷牙，可以令牙齒白淨如雪。呢個配方入面嘅皂角有天然嘅清潔作用，生陽可以活血，地黃可以滋陰，細辛可以止痛，又係一個中藥黑科技嘅經典之作。聽完，古人竟然係用咬開嘅楊柳枝當作牙刷，配合青鹽當作牙膏。呢個中藥黑科技
有冇完全延復你嘅。認知你平時刷牙鍾意用軟毛牙刷定係電動牙刷，即刻喺下面留言區話我知，大家一齊交流下。講完平民百姓嘅口腔清潔，我哋要將目光投向紫禁城入面嗰位權傾天下嘅女人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對口腔衛生同口氣清新嘅要求，可以用極度苛刻嚟形容。據事後過慈禧嘅太監統宮女嘅回憶錄記載，慈禧太后每日早晨起身之後，第一件事絕對唔係洗臉，而係用宮女遞上嘅溫度啱啱好嘅頂級龍井茶水進行反覆漱口。點解要用龍井茶？因為龍井茶係綠茶入面嘅極品，茶多酚含量特別高。中醫學認為茶水含有豐富嘅茶多酚，具有強大嘅修剪、殺菌、防蛀同去除口氣嘅功效。用茶水漱口唔單止可以清除口腔入面嘅細菌同食物殘渣，仲可以令口氣保持清新，成日都帶有一股淡淡嘅茶香。慈禧太后對漱口嘅水溫非常講究。太監回憶，茶水唔可以太熱，太熱會傷到口腔黏膜，亦唔可以太凍，太凍會刺激牙齒，必須係溫溫地嘅溫度，入口感覺舒服先得。而且每漱一次口就要換一杯新茶，絕對唔可以將就。你話呢個排場有幾奢華？除咗晨起嘅第一口茶之外，慈禧太后每次用完膳之後都會即刻用茶水漱口。佢嘅膳食以山珍海味為主，食轉之後口入面容易留有油肺同異味，漱口就可以保持口齒清香。據記載，慈禧太后每日用於漱口嘅茶別足夠一個普通人家飲足1個月，難怪慈禧太后去到70幾歲高齡，仲能夠保持一口相對健康嘅牙齒。呢個同佢數十年如一日嘅口腔保養習慣有好大關係。佢嘅御用漱口水頂級龍井茶，雖然奢侈到極，但從養生角度嚟講，確實有佢嘅科學道理。喺面相學同宮廷禮儀入面，牙齒發黃有口氣被視為大不敬。你想象一下，一個臣子跪喺皇帝面前念報政事，一開口就滿口異味，皇帝會點諗？輕則被斥責，適宜重則可能掉腦袋。所以後宮柳妃同朝廷重臣對口腔衛生都非常重視。為咗保持口氣清新，後宮嫵妃同皇帝會配備極其精緻嘅由黃金或秦銀製成嘅牙窿。普通人家用竹籠木窿剔牙，皇家用嘅係金銀牙籠。呢個差距已經唔係一星半點。但更奢侈嘅係，佢哋會使用特製嘅牛骨或玉石刮舌器。刮舌器嘅外形好似一個小根仔，邊緣磨得圓滑，唔會刮傷舌頭。每日早晚刷牙之後，用刮舌器輕輕刮除舌苔。點解要刮舌苔？因為舌苔係口臭嘅主要嚟源。食物殘渣細菌同脫落嘅上皮細胞會積聚喺舌頭表面，形成一層白色或
黃色嘅苔狀物，呢啲苔狀物散發出嚟嘅氣味就係口臭嘅原河之一。通過刮舌體同中藥含數，可以確好在與皇帝或朝臣近，距離交談嘅時候，吐氣如蘭，維持最尊貴嘅皇家氣場。佔幽方烏面條記，你一鄧意識樹郁強元山，燕竹拎言嚴明戚姜。雖然呢句話講嘅係養生功法，但側面反映出古人對口腔衛生嘅重視程度。講到呢度，順便講一個歷史小故事。相傳清朝某位大臣因為有嚴重嘅口臭問題，每次面聖之前都要用極濃嘅茶水反覆漱口，仲要含住一塊丁香喺口入面。丁香具有強烈嘅芳香氣味，佢以遮蓋口臭。歷會大臣仲特製咗呢把玉石刮食器，每月早刮食題，風雨不解，就係因為呢份對口腔衛生嘅執着，佢先至能夠喺皇帝面前保持體面。仕途一路順遂，原來慈禧太后每日都有用枸杞龍井茶同特製中藥配方嚟做漱口水，難怪佢去到70歲都仲有一口健康嘅牙齒。你以前有冇試過用茶水漱口？你覺得這種古法保養真的有效嗎？即刻留言話我啫，我會喺留言區簽字回覆，同大家探討。講完皇家嘅奢華，我哋要將目光轉返去底層平民。對於90%以上嘅古代平民嚟講，清鹽買唔起，精緻牙粉更加係天方夜譚。咁佢哋點樣保養口腔健康？答案就係一切從簡，就地取材。平民百姓最常用嘅方法就係飯後用清水、淡鹽水或白醋進行漱口。白醋具有殺菌同軟化牙垢嘅作用，成本低廉，家家戶戶都有過將一小杯白醋含喺口入面，咕咕咕一陣再吐出嚟，可以有效清除食物殘渣同殺滅細菌。另外一個常見方法就係用一塊細布裹喺手指上，沾上皺苔灰或鹽巴，伸進嘴裏反覆擦拭牙齒。皺苔灰含有幼試嘅咖喱，可以起到類似牙膏入面磨砂劑嘅作用，去除牙齒表面嘅牙垢。鹽巴就更加簡單，直接用手指沾鹽刷牙，鹹味可以殺菌。可粒可以打磨，呢種方法雖然簡陋，但對於買唔起清鹽同牙粉嘅平民嚟講，已經係最好嘅選擇。唐代詩人杜甫喺詩入面都寫過：鹽裹手指擦齒，白如素練。雖然唔知詩人有冇誇張，但至少說明呢種方法喺當時好普及。喺古代，一旦發生嚴重嘅牙周病、牙髓炎，古人冇根管治療，冇補牙技術，唯一嘅方法就係拔牙。喺街頭挑着擔子嘅剃頭匠，即係古代嘅理髮師，同時兼任牙醫嘅角色。呢個職業喺古代叫做剃頭匠兼牙匠。佢哋會喺街邊擺檔，為平民提供理髮、刮竹同拔牙服務。拔牙嘅過程係點樣嘅？剃頭匠會用一把生鏽嘅鐵箍
喺完全冇任何麻醉藥嘅情況下，夾住病牙，用力一扯，就係咁簡單咁粗暴。你可以想象嗰種劇痛有幾難頂。病人通常會痛到大叫，流血不止，甚至暈過號。更可怕嘅係感染風險，鐵籤生齒，冇消毒傷口，暴露喺空氣入面，呢啲因素加埋一齊，好容易導致傷口化禰感染，甚至引發潰血症。喺古代因為拔牙而送命嘅人絕對唔係少數，但問題係平民冇其他選擇，牙痛唔係病，痛起嚟卻要人命。與其日日夜夜忍受牙痛嘅折磨，不如搏一鋪，俾剃頭匠將病牙拔咗。佢雖然過程痛苦萬分，但至少痛完之後就一了百了。呢種殘酷嘅現實，正正係古代底層平民最無奈嘅悲歌。佢哋唔單止食唔起糖，用唔起清鹽，連睇牙醫嘅基本權利都係一種奢侈。接下嚟就三周，從一至力學得的形聲與知報先法，第一周順應自然的草本養生，學習古人嘅智慧。我哋可以喺現代生活中應用翻呢啲天然方法，使用溫和嘅淡鹽水或高檔綠茶水進行日常漱口，可以減少對口腔黏膜嘅過度化學刺激，保持最自然嘅口氣清香。淡鹽水漱口成本幾乎係零，但功效卻非常顯著。鹽具有殺菌消炎嘅作用，可以預防牙賴炎同口腔渠瘡瘻。茶水漱口就更加講究，茶多酚嘅抗氧化同殺菌功效已經俾現代科學證實。每日早晚用茶水漱口，唔單止可以保持喉氣清新，仲可以預防蛀牙同牙周病。第二招，見手過度化學添加嘅防中膠自保現代牙膏，市場百花齊放，但同時都要警惕部分廉價牙膏中添加嘅過量發泡劑、人工香精與微塑料顆粒。呢啲化學成分雖然可以令牙膏起泡多、香味濃，但長期使用可能會刺激口腔黏膜，破壞口腔嘅天然菌群，平衡選擇成分。天然溫和嘅口腔清潔產品，保護好自己嘅牙蒂屏障，可以參考古人嘅智慧選擇，含有中藥成分嘅牙膏，或者自己用清鹽、薄荷等天然材料製作牙粉，雖然麻煩少少，但對身體嘅好處卻係長遠嘅。第三招，保持體內中氣與脾胃平衡。中醫認為口臭、牙地、主痛，本質上係脾胃之火胃熱上蒸。換句話講，口腔嘅問題根源往往喺腸胃。調養口腔健康必須之本，日常飲食清淡，唔好暴飲暴食，保持脾胃通暢，體內嘅中氣充足，口氣自然清新。呢個就係最頂級嘅身體。開運熟，你嘅身體內部乾淨咗，外部自然散發出健康嘅氣息。古人講病從口入，其實唔單止指食物嘅衛生，仲包括飲食嘅節制同脾胃嘅調養。保持脾胃健康，唔單止可以預防口臭，仲可以增腸體質，延年益壽。
今日教大家這三招，從牙齒歷史中悟出嘅健康與自保智慧結合不是。現代頸受化削也教刺激調理脾胃防求臭，你覺得哪一招最實用？或者你平時自己有冇一些口腔健康與防踩雷自保嘅獨門秘笈？即刻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智慧，大家互相照應，精明生活啊！一隻小小嘅牙刷同埋一口清新嘅口氣，背後承載嘅係人類文明5000年嘅衛生與健康演變史，從春秋戰國時期嘅鹽擦廁到唐代嘅楊柳枝刺目，從宋代嘅清鹽牙粉到清代慈禧太后嘅御用龍井漱口水，從平民百姓嘅手指果布沾鹽刷牙到街頭剃頭匠嘅星古鐵鼓舞麻醉拔牙牙齒嘅歷史，就係一部人類追求健康、劃分階層、抵抗痛苦嘅縮影。相由心，生命由己造。慈禧太后每日用頂級龍井茶漱口，反映嘅係一個統治者對體面同尊嚴嘅極致追求。底層平民用手指沾灶台灰刷牙，反映嘅係殘酷嘅社會現實。任何時代健康同資源嘅分配從來都唔公平，而街頭無麻醉拔牙嘅悲慘場景，更加係古代醫療落後嘅最真實寫照。睇清歷史嘅真實，學會健康嘅修心調養法，我哋先至能夠喺現代嘅生活中守護好自己同家人嘅身體健康同大好福報。今日你每日刷牙所用嘅牙膏、牙刷都來之不易，唔單止因為佢背後有1000年嘅衛生演變同文明積累，更因為你今日能夠輕鬆擁有嘅口腔健康，係古代億萬底層百姓一生都無法企及嘅奢望。醒目嘅香港人出門買菜、處事用手機，最緊要喎安全。第一，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認清你古代個人衛生嘅黑幕，甚至讓你對每日刷牙多咗一分理性與敬畏，記得幫我點讚、訂閱並分享俾你身邊需要這份歷史智慧與健康開運大法嘅親戚朋友，功德無量。我哋下期見。